就是有一个叫做吼叔叔路问噶。哦，叔叔，嘿，就是讲，恁若是咧，这个塑料愈大声，代表对这个吼中破塞愈礼貌。安尼，哎，啊，不别人怎么说就无礼貌？对，啊，因为咱即马就是入境随俗。我甲你讲哦，啊啦，我头早讲着输吼，啊，阮头家底下我输最大声的好听好不？是比较好啊。好，署名比赛开始。请问是个小姐，哎，60分哦，素红素油，我爱换你的呢。啊，无你甲我用，好。哦，骨髓了了。84分哦！这拼，哎呦，真正真大声哦！他拄仔是84分无唔对，啊无你搁食一个。对啦，84分啦。 84分，哎，高速。我有命了啊！哦。